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好好运动。今日东方兄呢来到啦，带大家来看下来运动哦。运动有乜嘅好处呢？运动嘅好处當多哦。第一，做得老人嘅身體變到當健康；第二呢，心情會變到當好。嗰個呢，輕鬆嘅哦，就係人身材會變到當好哦，嗬。嗰時候呢，兩下哦。麻煩大家哦，老人等你拿開來，嗬，企起來，老人強下來運動哦。每做坐到嘅等你行嚟，嗬，好嚟，然後呢，我開始來運動咯。嚟，老人腳打開來，好，嚟注意哦，起凳嘅時間啊，有輕鬆嘅一件事情做起啊，嗬，有的人起凳嘅時間啊，嗬，會將嚟咧下安尼。哦，安尼，我都彎腰駝背，安尼反而體態就會冇強啊！吼，按用嚟起上後呢，安尼背囊要打出來，好，嗰個肚勢要便哦，嗰個食物要夾起來，好，有人係強腰嘛，嘿，夾看驚嘅哦，有人係強腰，安尼起到張哦，哈，好，嗰個腳打開來。然後準備咯，第一集動作呢，當簡單，係要做頭拿嘅運動哦。頭拿嘅運動當重要嘅。按樣嚟講呢，就係啊嗬，人家頭拿係講嘅會順揚嘅話嗬，做一些嘅頭拿嘅運動，就做啲舒緩人家頭拿嗬。嚟第一集動作呢，當簡單就，然後人家頭拿變到前面就好哈，然後係咁樣嚟到前面，好，各位做標準來，各位後背。標準來，嘿，當好哦，做喺前面，標準來，各位後背，標準來，好，繼續做哦，好，然後我哋老師向下做哦，好，佢做嘅時間記得要肚勢，做唔得走出來哦，各位呢，食物做唔得安尼空哦，記得要豎正來哦，好，記得咯，好嚟做嚟多哦，好嚟前面，豎正來，後背，豎正來，當好哦，做喺前面，豎正來。後背好，然後較腳條嘅咯，前面豎正來，後背豎正來，前面豎正來，後背做幾多位啊？哈，做嚟前面豎正來，後背做一多啊？哈，前面豎正來，後背豎正來，好，有冇大家有感覺冇？有較爽快嘅係冇？然後第一集動作頭拿前面，後背嘅動作啊，第二集呢？讓人頭拿到旁邊，右邊左邊，好，來慢慢做，然後向下，來看到人家右邊了，右邊上哦，好，各位呢轉過來，各位左邊上，好，轉過來，等好哦，各位做來，右邊上，轉來，左邊上，等好來哦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記得咯，肚勢做唔得走出來哦，哈，繼續哦，來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當好，有知道較好冇？好，然後第二集動作哦，接下來，然後我教大家第三集動作，做得啦，本人強勁呢，唔好按嚟硬膠嘅感覺哦，哈，然後老愛強用哦，都人右邊上。好，各位呢到後背，記得肚勢按樣豎起來哦，哈，嚟左邊上，各位轉到轉來，好，做一道哦，右邊上，各位後背，左邊上，各位轉到轉來，做一道哦，右邊上，後背，左邊上，到轉來，好，然後呢我教大家較夾一些些嚟做好誒，哈，來轉一邊哦，右邊。後背，左邊，各位倒轉來，各位右邊，後背，左邊，倒轉來，做兩道哈，右邊，後背，左邊，列轉來，做一道哦，右邊，後背，左邊，列轉來，又做兩邊，各位另外一邊蠻好強哦，好，來左邊，好，後背，右邊，轉來。各位呢，左邊、後背、右邊，轉來，前後倒哦，旁邊、後背、右邊，好，然後一拳哦，慢慢嚟做，好，你一拳，好，轉來，做一拳，
转转來，好，第三道，加油哦！唔好要坐到最一等的行啊，哈，向下拿，向下走哦。哦，好，倒轉來，你看呢，有知道人家講緊有較舒緩到嘅冇，哈，唔好安尼硬高有冇？好，你看呢，我三隻動作夾向下哦，第一隻還記得冇？前面後背，第二隻呢旁邊，第三隻呢。轉一前，做得冇？記起來哦，好，你下起上來哦，來，都是按樣哎，數段一，都是哦，邊邊哦，師傅夾平哦，咁樣哦，哈，安尼人體態會較強哦，抬頭挺胸哦，哈，來，開始了，調哪了？來，前面，數轉來，後背，數轉來，做三道哦，哈，前面，數轉來，後背，數轉來，做兩道哦，前面。數轉來，後背，數轉來，前後到前面，數轉來，後背，再加到旁邊去了哈，旁邊，數轉來，旁邊，嘿，加油哦，旁邊，嘿，唔好要休息了，要繼續拿向下走哦哈，旁邊，數轉來，旁邊，前後到哦，旁邊，數轉來。旁邊，第三個動作係乜啊？列一拳係嘛？來，第一拳太拳一點哦，第二拳，等好哦，第三拳都是唔會走出來哦。好，前後一拳。哦，來，我揾照片上咯。來，第一拳，記得咯，身體下半部做唔得停痛哦，哈，腳一起上來哦，第一拳，等好哦。第三拳，前後一拳，好，有冇？講緊係咪較爽快嘅呢？係啊，就係安尼哦。大家就係日日就會運動，運動呢，人家講緊就會較舒緩，各位身體就會較健康，也日日就較有活力哦，嗬。你睇呢，第四隻動作呢，我帶大家來做一隻。講緊呢舒緩的運動哦，你睇老人右手拿起來，嘿，反正人頭拿哦，各位呢慢慢的彎倒轉去哦，好，來記得咯，你啊到慢的時間呢，人做唔得身體安尼搖啊搖的哦，好，身體做唔得停痛，安尼來過去呢，做得老人講緊呢變到較舒緩，做唔會安尼硬高哦，好，來記得咯，看老師做哦，好，安尼慢的時間呢，師傅做唔得，安尼哦。按你嘅話呢，人師傅野味啊，就會傳人痛哦，會痛哦，嗬。故說按樣，按人師傅結行來，各位家下講按樣啊，都是要數到變哦，嗬，按你哦，嗬。好，做了一道哦，嗬，然後人條嗱，來慢慢呢，嘿，有來到冇？有一些咧輕輕的感覺嗬，有一些咧傳人哦，嗬。做一下哦，加油哦，好，慢慢呢再來。好，做一道哦，好，來到往旁邊，記得咯，身體做得停痛冇，做唔得咯，哈，我吃到兩片有一些咧輕的感覺就等好哦，哈，好，再來，好，我彎做數了哈，來，板凳牙頭嗱，強嘅都帶下去，哦，我吃到兩片有一些咧輕的感覺哦，等好哦，啱過啊！嗬，人家肩頭做唔得走上來哦，安尼，第下兩片爽快嘅肩頭要輕棒棒嘅嗬，變好啦，都做出來，做一道哦，慢慢嘅，強嘅，唔好太用力咯，嗬，第下要會來到嘅哦，嗬，強嘅，再來，要較舒緩嘅嗬，嚟做一道哦，嗬，要舒適，慢慢嘅來過去。好，強嘅轉來，做一道哦。人家師傅有夾輕嘛，都轉來，前後一道哦，慢慢的哦，強嘅哦，記得咯，冇一下太用力咯，嗬。好，慢慢的變轉來，彎一隻手，等好哦，加油哦，嗬，慢慢的記得咯。一天做動作嘅時間，一天要慢慢的，冇一下太用力咯，安尼會舒爽哦，嗬。好，慢慢的轉來，強嘅，各位呢，慢慢的
各位啊，唔會做嘅時節啦，嗬，我聽老師講樣，咁樣嘅呢，然後慢慢呢，讓人嘴打開來吐氣哦，好，誒，慢慢的轉來，配合人呼吸啦，嗬，做一道，慢慢的吐氣，誒，做到當好哦，好，做轉來，輕後一道哦，好，慢慢的，誒，記得咯，肚子要豎起來哦。好，慢慢不用轉來，數不用下來，有冇？你還知道兩邊？哦，有比較下行得好了，哈，誒，當腔哦，哈，嚟今日教幾多隻動作呢？4隻，還記得冇？那日日練習啵，哈，第一隻係咪前面後背？第二隻呢右邊左邊，第三隻呢另一邊。各位哋3隻動作做得以後呢，你做乜嘅動作？舒緩的運動。你下呢就聽聽老師哦，第一隻做到第4隻，然後做得樣啊，就做得去休息嘅，好冇？來準備好了，第一隻呢，老師剛剛一開始有講過咁樣啊，先起張來，我記得啦，都是咁樣啊，哦，我數起來哦，哈，各位師傅咁樣啊，我夾起哦，各位咁樣啊。抬頭挺胸，唔好按你彎腰駝背，按你體態唔強哦，哈，來企起來哦，好，起張來哦，準備好嘛，好，等下翹起來咯，好，來第一隻動作咯，來跳咯，來跳那前面，後背，當後哦，來前面，後背，我記得咁樣呼吸係嘛，做唔得按你憋氣做哦，哈，當後哦，做繼續哦，前面。後背，前面記得咯，師傅咁樣夾起來，係嘛？做2道哦，哈，來前面，後背，前面，後背，做2道哈，前面，後背，前面，聽一道動作係乜嘅呢？右邊，左邊，右邊，左邊，慢一些嚟哦，右邊，左邊。右邊，當後哦，繼續做哦，唔好停下來哦，唔好一下要講乜嘅安全喲，我要休息嚟哇，係啊，要持續哦，哈，做2道就好了，第2道，做1道哦，做1道，好，你下人係咁樣哦，你一拳咯，來，慢慢的哦，唔好按腳哦，哈，來，當後哦，來聽一拳。太強一些嘞，好嘛？老師咁樣好，做太強一些嘞。等好哦，做一拳。半片上，摸一片做按多多。等好哦，聽一拳，做太強的喂。記得咯，廿杯儂去巡車咯，哈。做唔得彎腰駝背哦，哈，做一拳。等好，來右邊做1拳，你下右邊1拳，左邊1拳哈。等好哦，左邊上，對，右邊上，肚子要走出來嘛，夾看一下哦，肚子要豎起來哦哈。做過來哦，右邊上，等好哦，左邊上，係咪知道啊？等，較鬆快嘅係嘛？做1道哦。第4隻，好，你係3隻動作係嘛？第4隻係嘛？第4隻係嘛嘅動作呢？舒緩動作對嘛？右手拿起來，好，板凳牙頭拿，慢慢的哦，記得慢慢的下去，好，慢慢的下去嘅時節咯，我看一下牙鏡頭要按你就上來嘛，好，拿起邊下去，慢慢的來過去，好，各位呢，入邊可以知道樣啊，有一些咧。痕的感覺哦，好，慢慢的轉來，好，做1道哦，慢慢的下去，等好哦，各位不用轉來，做夾一些嘞哦，哈，比較下較倒掉，較慢倒掉的哦，好，不用轉來，輕後1道哦，哈，來下去哦，等好哦。然後肚子會豎起來哦，好，慢慢的變轉來，好，穩做數哦，好，板凳牙頭呢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好哦，輕輕一道哦，哈，來慢慢的，
都做数到再来，哈。大家要知道，人家养筋要较舒缓嘛，好，今日教大家的动作非常非常的简单哦，哈。只要呢一日做一些些嘞哦，莫一日做多个嘞，做到动起来哦，哈。哎，下到呢，将教大家呢做较多的运动，今日呢就多两片哦，哈。按姿势哦，什么大家下到再见哦，拜拜。